国际消息，罗西亚即暂时一直去互欧洲国家指控讲派无人机入侵人的领空，所以讲欧洲国家就稍稍宣布要加强防卫无人机的能力。即阵英国国防部嘛授权因的军方，任何挖进军事基地不明无人机，拢会当个拍落来。 无人机甲英军挑战假设主力战车的超音画面翕落来，但确实这架无人机是无经过授权的不明无人机，未来都唔若是互干扰信号落来，可能互敌面部队拍落来。We will always do what's needed to defend British people, and as we speak, we're developing new legal powers to bring down unidentified drones over UK military bases. 对我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波兰，到进前举行北约峰会的单位，拢先后传出不明无人机入侵的事件。相关国家讲，这后壁的中间人一定是罗西亚。另外，因为俄乌战争3冬多以来，无人机已经变作战场的重要主角。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即马发现讲，必须要对无人机的研发、生产、加码来投资。Within months, we will establish the new UK Drone Centre, and within this Parliament. We will double investment into drones and other autonomous systems to more than £4 billion. 另外，欧盟进前嘛公布各方战备路线图，执委会讲是为了防范罗西亚破坏欧盟的卫星，所以来要建立整合欧洲各国的太空防卫。不过，即马敢若是初步想法，具体计划和预算拢还未出来。 另外，就伫英国国防大臣施里公开发言进前无偌久，伫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首府慕尼黑，当地机场伫即马拄过去的拜六礼拜，传出有无人机入侵，互因伫暗时的10点和11点，这2摆拢暂时甲机场关起来半点钟，半暝了后就恢复正常。当地警方讲，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飞行器也是人员。公司新闻，4家人编译。